现梯度动发的推动，有几种唔是假讲，尤其完全强烈的天然环境，口感亲站嘅世界级好味，难怪本列位不因喊做台湾海角导然。不过看来重现完美嘅梯度，其实也有人唔啲嘅缺点，韩国非常需要外界嘅关心。看那过去列几片像悠悠嘅天，除了天时耐热发展出好品质之外，丰富嘅地下水也是主要原因。不过马上做得想象，其中嘅一只例，竟然有啲人假10年来冇强烈嘅水做得食。你看，这最快了。台九线顺条嘅关山镇新福里，有时一附近面30年来因为冇水土水，而且是做得设计大地下水用。不过也近年来水质见来见唔好，甚至冲头从咁样出现上路嘅色。水清垃圾啊，对身体嘛无好，啊总嘅水拢黄黄啊。可能係體內大廈環境變劣，可能係本不放在破壞體，水質唔好嘅結果，本也會鄉親情艱苦，就算用過濾器都冇辦法安心。除了中國去強用，關山也為當日打開來，就有自來水非常利便。不過咧，長長嘅水，詳細看一下，其實都有啲黃黃，唔單像咁樣。喺那等於講嘅係，來到關山嘅新福里咧位，從按普通用嘅咧搶水器。半年一年讓外邊去玩啊，像樣拍拍嘅咧搶水器哦，到你關山咧位，20日佢就衝拍拍，變到咁樣貴則烏咧。有冇那睇到？哦，我都忙有1禮拜哦。我幾日都無語嘅。對呀、啊。咁用唔用咯？地下水啊。簡單是拍拍係嘛？我換過濾器換就白白啊，沒幾天就會換黑啊。敢啉嗎？還是啉啊，我就那個過濾從這邊來啊，不然要在哪裡拿水？我這個工廠裡面要按你冇可能一桶桶翻嚟煮啊。這兩邊是誰收嘅呢？冇咯，是啦，沒有是啦，本地人當然的啦。哦，这个痛苦很多的呀。这个一般百姓哈、还没有遇到这种状况下，地下水在抽哦，我们沥芯里面它要10支的沥芯在换啊，平均到1个禮拜到10天就要换了。那成本上一支300-400塊，那一次换就是要贵2000塊啊，3-4千塊啊。因为普通家庭都是只有1支沥芯在过而已，像我们这个用地下水，经过6支至10支的沥芯在经过了呀。明明就为采水源丰富嘅中國氣，新福里嘅居民實因為地下水變質，變是冇強烈嘅水做得食，就算過濾有過濾，都冇天速做得改善。食來水已經咁樣，可能唔是講冇經過處理嘅水，從順條兩件泡沫內沖，當日都天速愛用嘅洗車水，可能證明兩位嘅水質。你了到等嘅地下水哈。嚴重嘅情形啊，都係鐵質10分鐘。嗱，因為最簡單嘅，我哋用咧自動噴管嘅，要環保局向我哋每天要這個空污的問題，這個要自動噴管嘅。我噴到了壁，噴到了壁，幾下變黃嘅。像你安尼水慢慢敢啉，不敢喝嘛。你噴幾多年讓變黃？這個不是2張，我是定粘土長重新油漆粉刷過的，你看幾個月而已就變成這樣了。因為水質實在係唔好，冇辦法過繼續用，尤其將會影響身體康健。新福里民眾2年，所以開始向水土水公司申請來水管。不過本人想唔到嘅係，業主竟然要自己納10萬到90萬嘅費用，被鄉親情無奈何。那你上來玩嗎？你上來玩自來水嗎？我就是要我才會請啊。請不出來啊！一定要講請不出來，什麼原因？我不曉得哦。自來水廠他是說冇半年啲料會過完，我不了解。有自來水公司回答講，哦，要按伊安尼所在吼，有經費吼1000多，免費用要付這30萬。有給他概估哦，差不多30幾萬哦，所以對他來講，這個數目是很大哦，所以後來就因為就好像經過了哦，好像2個月之後，好像就無疾而終了。
面对有民众假10年内冇进上嘅水做得实，水土水公司讲尽得个提案报告。不过也强调，因为当地父老父子间气力天然，对来水管嘅经费等停出违规程度。这个是部落型啊，所以差不多有3公里都没有人，但是那个管线一定要延伸过去，哦，所以变成成本就很高。所以台东这个区块哦，它平均哦一度水的成本要将近25块以上，所以水公司哦是一个比较难经营的，不像台北市，那密集度很高，所以一条管线可以专设好几千户。啊，这个不行，这个整个用户才61000多户啊，但是它的管线的长度太长。也系关山镇的工业区，那工业区啊，认同我认为讲自来水有xã會的責任。那在工業區裡邊都嘅田嘅水本來叫做主管線，為咱咱種下來。你最少來講吼，你嘅主管線一定來咱咱種下來嘛。要自線入來咱咱自線，咱即個負擔咱可以接受。哦，你主管線咱種下來，自線咱即個負擔咱可以接受。總的業務開過也係付出少，就犧牲老百姓嘅權利。掠到鄉親看法，水土水公司談到咧。不過掠下除了協調相關單位用專案方式殺水管，減少大家負擔之外，表示當然平均2條2億嘅水土水公司推動管理處也冇奈何講，民眾有困難，做一隻公營機構當然會3萬改善。不過係講大家喺那從頭使用水土水，投入嘅經費暫為有意義。很多用戶他在烘水期的時候，哦，他是不用自來水，他是用地下水，因為不要付費嘛，而且付費只是基本費而已。啊，等枯水期的時候，哇，發現糟糕，那個地下水抽不到水，所以他急了，我就馬上來申請。但是馬上申請還要經過一個類似一個程序哦，包括路權的核准哦，所以平常哦應該是都要把自來水專設好，但是飲用水的部分一定要用。啊，你洗澡哦，像一些洗滌的用，你可以用那個地下水。對地下水宣導嘅推動，而民眾完全使用納錢嘅水土水，從現有填充難度。所以水公司加減煩惱，當到嘅預算投入過後，民眾嫌棄使用度唔高。不過呢一種依附，談到當需要強力水嘅民眾認同度，又係另一種看法。你阿款的这个哈，这个本末倒置的那个做法哈，那个完全冇用啊！你先做埋定，看你有人来用冇？因为这款水已经冇人敢啉，冇人敢洗桶，冇人家庭用的，冇人敢用。所以你当然袂该款的呀！啊，你吃了有强的自来水入来以后，大家你嘛用强的自来水呀。现在是问题说这边的居民就是说没有自来水，用逼不得已一定要用到地下水嘛，对不对？地下水大家就喝得怕怕的，但如果今天有自来水的话，哪一个居民不用自来水？自来水你有经过消毒的东西，更安全的东西嘛，对不对？那个当然自来水大家也要用的东西，哪有可能说啊，今天你自来水管线签了之后，我们用地下水？如果地下水的水质越好，我们用地下水，那是不大可能的啦。當一填出而食嘅水，馬沙都唔希望出問題。人類嘅日常生活已經係咁樣，面前也開幕鏡頭，連接海岸山脈、中庸山脈，做得講當結河米嘅中國天，係那做唔得對水嘅方面出現好問題。面對天氣見變化，水資源見來見困難嘅基本因。其實冇馬沙做得唔本影響，所以為到去保障兩位嘅米做得永續發展，推動鄉親到水利單位就得研究運用對欠水嘅時代整合水利資源。從過去呢河川服務地還沒形成之前的1000公頃水田，現在增加到1800公頃，將近2000公頃。好，跟零零散散加起來，將近多了1倍的水田出來。當然，它用的水的量就多。啊，尤其是现在关山米的这个知名度又在全国是非常有名哈，所以说可能你们用灌溉的方式，或者是说集水库的方式哦，来善加规划的方式的话，它那个水的那个流失那个流失量会非常的大。安尼推动呢，认为冇水库，所以呢，掠水呢
落台水噶就全部天然台水叫台好把全部排退去的，所以呢，但是因为俺这条件较坏，所以我就想到了水库的概念呢，来用到区域内做一只台水分，当做一个调整池，也是一个水库的概念。落去集中起来。错。从水库安。从水库安尼来集起来，安尼就了只水，莫浪费嘅水呢，安集起来，今日俺就做得利用。从卫生提出看讲下，从气象、灌溉一直到落热避难嘅推动中国，通体都系生产河面嘅重要提起。还为到避免地下水也系灌溉好坝造水器境内建创麻烦，推动水利会计划到灌溉落热及阶梯，建造一只大约2公顷、10万吨嘅大水库，整个用全池塘调节用水，唔浪费一滴水，有效来灌溉上下节嘅天。一水20条标价是大家人都在讲中，问题就你按不条冇人在讲中啊，冇人在示威啊，冇人在打天呐，但是呢，水你咪强中在标，变成一种浪费，浪费冇法度啊，变到讲，浪费嘅水，应用办法，后来有法度咯，充分利用。所以上呢，我哋想讲，利用按不条冇人为水嘅时间呢，想办法利用自动化来控制，按不条看到按不条8点到天光就打到4点，了只时间大概了只时间呢，利用自动化控制来全部水温自动来切，来管来标。冇水库嘅推动，跳摆不论系地下水，也系好坝水，将过去嘅沃尔大体系利用传统水准，设架接水灌溉，放水器可能打松，造水器有可能欠水。系讲两项自动化灌溉系统计划做得实现，对水利资源应该会有正面提升。汉俩看起来强硬动然，不过其实都要先准备。俩气候变迁是2极化，唔系落台水冇到干旱，首先讲落台水噶水浪费脱，冇水噶就咧垄断，伫咧农民就冇水好灌溉，所以呢，上到日后唔系讲俩有水就做得。日后用诶去因应这个气候大变化，安尼上日后的事情要未雨绸缪。用天然条件智慧调控，台水库池塘本水概念，强调的是水资源统合运用，甚至后续维护。水利会也认为，能摆做得利用水利发电，也系负面热条能设备来纳相关嘅钱，唔是本后台把债。因爱起来水也好。沃尔灌溉嘅水也好，都当然差唔多都为水建种作战嘅时代，从新福利乡亲到中国区嘅农民，甚至全台湾，既然马沙都做唔得冇水，安样排除困难，做到认真，也变做大家人散唔开嘅课题。